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羽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租盤係大埔太和中心。太和中心係大型屋苑，交通方便，鄰近巴士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。附近有一個食肆銀行。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單位，實用面積294尺，兩房中層。事不宜遲啦，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租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，業主提供咗洗衣機、電嘅煮食爐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，大廳放置一張3尺床，一部雪櫃，業主提供咗一部冷氣機。廳窗對外景色宜人，開揚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，可以帶走濕氣。業主提供咗一部煤氣嘅熱水爐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主人房，主人房業主提供一部冷氣機，一部3尺嘅鐵床，房窗開揚。我哋睇睇另外一個房，另外一個房業主都提供咗一張3尺床，一部冷氣機，房窗景色開揚。如果邊位朋友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麻煩聯絡世紀21羽田地產，世紀21羽田地產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